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语黑白讲第34集。我是小张。伫第33集内底，咱有讨论到两句话：面粉茶啊，茶面粉；裤茶啊，茶磅子。茶面粉的茶甲茶磅子的茶，声调无同款，字嘛应该是无同字。咱今日就要继续来讨论正字到底应该安怎写。一开始，咱先来简单复习一下。顶一集咱有讨论到这句话：面粉茶啊，茶面粉。其中这字啊是虚词，咱会使甲摕掉，摕掉了后，就会使写作安尼：面粉茶，茶面粉。咱先来讨论第一个茶。这字茶因为是尾字，唔免变调，所以本调就是读作第七调。第七调对应的就是唱的声调。啊，第二个茶安怎读法？这个字咱就甲读作茶面粉的茶，第一调的茶。啊，这个字的本调是第几调？咱来看变调的规则。一进前就是字，第二调对应的就是虎的声调。小张伫甲骨文内底有找到这个字，上古音也就是白话音，就读作茶。是安怎咱要来找这个字的上古音？因为这个字就是顶悬这字的声符，啊，这个字同款读作茶。即马咱就会使甲这句话写作安尼：面粉茶啊，茶面粉，写作安尼，音义皆全。但是咱台湾闽南语就无遮简单，安怎讲？咱即马来看这句话：裤茶啊，茶磅子。茶磅子的茶甲茶面粉的茶，声调无同，字嘛无同字。咱今日就要来讨论这个字正字到底安怎写。伫顶一集内底，小张认为这个字的正字应该写作安尼。啊，这个字是啥物意思？说文解字内底有写成也。啊，音安怎读？音就读作台，第七调的台。根据 A 甲 I 会使互相转运的原理，小张认为这个字嘛有可能会使读作地，第七调的地。顶一集咱就讲到这，即摆开始咱来讲新的。咱来看这个字安怎读法。伫集文内底有记录，用多、大、切，音就读作大，两字相通。其中这字大，小张有淡薄仔意见。伫空虚字典内底有记录，这个字会使读作实音，读作地、多、地、切。咱若是用地的音来做切音，多、地、切，咱就会使得到一个音，读作地，第三调的地。这个字会使读作地，敢有法度证明什么代志？小张伫顶一集内底有讲到这个转运的规则。咱即马来看教育部安怎写。这个字会使读作地，嘛会使读作大，嘛会使读作地。所以这个字会使讲是证明小张的理论完全正确。咱即马来看这个字伫台湾闽南语用字汇编这本字典内底的记录。这个字确实会使读作地，第三调的地，真可惜，毋是读作第七调。咱即马翻头转来讲这句话：裤茶啊，茶磅子。茶磅子的茶本调就应该读作第七调。但是经过2礼拜的思考，小张决定要放弃这个讲法。各位会来看小张的节目，甲小张捧场，绝对毋是因为小张较缘投，嘛毋是因为小张的声音较好听。各位会来看小张的节目，绝对都是因为小张讲话，逐摆拢有所本，理气十足。这字地，第七调的地，找无文献，阁无证据，所以我毋敢使用。虽然小张找无这个字会使读作第七调的地的直接证据，但是小张对这套家己发明的转运规则是愈来愈有信心。这个字就是上好的证明。虽然这摆找字找了失败，但是小张在找字的时阵，有袂少高手来甲小张斗骹手。敢有影有高手？当然嘛有影。咱即马就来看这个高手安怎讲。一开始，咱先来看这位黄姓安怎讲。伊讲茶的茶本身就会使当作动词来使用，啊，伊有举例说明。片仔的片会使摕来片芳，这就是名词转动词的现象。啊，这个现象咱伫国中的时阵拢捌学过，叫做转品。上有名的就是这句话：江水又绿江南干。
这字录本身是形容词，伫这个所在会使做动词来使用。敢也阁有别个例？有啊，咱即摆来看胡适安怎写。老子都不老子了。第一个老子是名词，第二个老子是动词，这就是名词转动词使用的例。针对这个讲法，小张的回答是安尼：偏芳文献就写伫遮，偏仔的偏确实会使当作动词来使用，但是这字地仔的地，小张找无会使做动词使用的文献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毋才想要另外找字。话才拄讲完，一条龙先生就来啊！这位一条龙先生安怎讲？同款是上古汉语的粤语，嘛是甲这字地当作动词来使用。搁刷落来，曲线甲高雄的黄线嘛拢有发表家己的看法。咱来看普先生安怎讲？伊讲这字代是一个以深浅为本的占词概念，代替的代本身就会使当作动词来使用啊。除了普以外 ，Brian 先生嘛建议这字地会使做动词使用，但是读音爱变调。既然各位拢认为这字地当作动词使用无问题，小张决定从善如流。裤底啊，地磅子，咱就按照教育部的写法。小张，你安尼讲，敢袂感觉真无民主？唉，小张本来就是输仔囡仔一个，有啥物民主可言？搁再讲，袂晓，搁硬拗，这款的态度，毋才会去互人看袂起。咱即马来做一个整理。第一，这字代嘛会使读作地，意思正确，但是声调毋对。第二，同款是上古汉语的粤语内底，地会使做动词使用。第三，这字地将代将伊代有另外一个读音，会使读作地，这字地本来就会使做动词使用。这句话其实有另外一个讲法，真侪人拢讲落地啊地磅子，这字落到底安怎写？咱今日先煞来讨论。学文真歹的吴大哥讲，头前这两字若是用白话音来读，就爱读作落地啊。大邱先生甚至参文献都已经传遍啊。伊讲这两字就爱读作落地，伫古册内底出现真侪摆。其实毋是干那古册内底出现真侪摆，伫文献内底嘛有真清楚的说明。但是这两字到底安怎读？咱即马就来讲清楚、说分明。小张要来讲的内容，甲这两位先生的主张有淡薄出入。伫这个所在，小张先来回一个实例。这个字伫教育部的网站顶悬记录三个音，应该拢是白话音。第一个音读作落，第二个音读作落，第三个音读作落。这个字的韵切音安怎读？伫动韵甲直韵内底用他、国、切。音就读作托，这个托就是韵切音，白话音就爱读作落。不管是韵切音也好，白话音也罢，这个字就是爱读作入声。这三个字安怎读？咱即马拢读作抓地啊，但是老一辈的人就会甲读作抓落啊。这四个字嘛是同款，咱即马拢读作塑胶地啊，老一辈的人就会读作塑胶落啊，就是安尼。除了教育部以外，咱来看 Brian 安怎写。落地啊，抓落啊，就是写作安尼，就是用这个字。咱这位好朋友知影小张册读无济，伫这个所在专工甲小张教一句成语：农乐无遗，意思甲落地啊地磅子差不多。那安尼你就了解意思啊。另外这个字安怎读法？伫韵册内底用罗、东、切音。读作浪，说文解字内底写落叶，浪甲落两字都是标准的共义连词。这两字就先讨论到这，咱翻头来讲主题。裤底啊地磅子，小张尊重各位高手的看法，咱就照教育部的写法写安尼就会使啊。伫这个所在，小张要来讲另外一句话：裤底啊地尖，嘛会使讲落地啊地尖。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咱后一集就来讨论。若有人知影的，伫留言区内底会使先公布答案。今日我就先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。
拜拜。